乡亲啊，上美丽主持人白嘉莉到国外待41年，即摆确定要回来台湾定居咯，是毋是重回演艺界？白嘉莉讲无这个拍算，会甲重心放伫咧写作甲画图，若有空间会阁做慈善公益，替台湾尽一份的心力。看到你们真高兴。穿红色套装上水的主持人白嘉莉回来国内啊，除了公布续落来新车发表会甲台中微典行程，伊嘛正式讲将结束41年住伫国外生活，要回来台湾定居啊。欢迎，当然，这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能够回来，我真的觉得很高兴。听得出来，伊对台湾真思念。76岁白嘉莉18岁出道，捌主持过群星会、银河旋风等等出名的综艺节目，更以优秀的外语能力，像日本话、英语甲法国话，访问上节目的各国的来宾。第29岁过后1年，互相踢出演艺界进程，就已经甲邓丽君、张小燕等人齐名。2年前洪世过身后，伊将重心转到写作甲画图顶面。即摆回到台湾，敢会互大家可看到上水主持人风采？白嘉莉讲，伊无想要重回演艺界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在印尼，我都是在作画。白嘉莉讲，若是有时间会做公益，响应慈善活动，希望讲回来台湾定居了后，会使对故乡台湾尽一份心力。